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场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另外是我們嘅歡喜看3月4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為了迎接東京國際食品展的盛事，台南市政府再次由市長吳偉捷要親自率團參展。今年以萬味台南作為整體品牌行銷的主題，希望延續去年將近5億訂單的成果，呈現台南農產進軍國際實力再創佳績。2026東京國際食品展將在3月10號到13日在日本的東京來舉行。市長吳偉捷對2023年起親自帶隊來參展，連續3檔簽約的訂單不但一檔比一檔來提升，去年竟創下將近5億的好成績。上午展前記者會在節業者代表的出席小廳，希望今年的訂單能夠再突破去年5億以上。2026東京食品展即將盛大開幕了哈，這個是世界3大食品展之一，那能夠讓許許多多的好朋友哈，這幾年來台灣的參展有非常多的成效，台南市也是一樣。那尤其我們很多農特產品主動出擊，這幾年不但沒有產生什麼滯銷或者什麼問題，事實上農民的獲利也都增加了。那今年呢？估計起來大概有9個縣市到10個縣市，會去參加東京食品展。那以台灣館來講，應該是全世界的第2大規模的這個國家館。今年的這個參展的項目品項非常多。那這個我們會挾着過去這個東京食品展的豐厚的成果，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去年大概有5億的這個銷售額接到5億的訂單，今年也希望能夠有更好，開出更多的佳績，更好的紅盤。市長表示，因為今年拄好遇到 WBC 棒球比賽的期間，因為機票甲日住宿整個參展的成本提懸，不過台灣還是有將近10個縣市來參與。台灣館的規模可以講是會展當中第2大，台南館嘛將以着萬味台南的品牌行銷，讓世界看到台南農業的多元價值甲着競爭力。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
為了確保李林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的第二期專案計劃會當順利推動，台南市4號正式啟動機關採購認證平台，該計劃總經費13億6,000萬，預計117年底完成，邁向將李林溪整治工程邁向關鍵的最後一里路。李林溪整治是市府長期推動的重點環境政策。在守護河川中心最後的一里路，李林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的專案計劃，去年得到行政院核定重大整治計劃，總經費13.6億，屬於工程長，而且作業風險高，因此市府透過跨域來合作，成立機關採購的認證平台，希望確保工程的公開透明的推動。第一清河道要清理，第二清我們的這個行政透明度要有清澈，就是要透明。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要讓我們的公務部門在執行這樣子的巨額的或者是它工期很長的這些工程，它能夠安心，就是這個透明度的提高，那大家可以安心做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也謝謝我們廉政署成立這樣子的平台，包括黃偉哲市長相當大的重視。我們在台南市已經是第11個，那是我們環保局的第2個成立廉政平台的。那之前的是城西焚化爐，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工程。你們願意提出一個所謂的類似整治計劃，那個整治計劃的報到我們這個所謂的行政院那我要感謝什麼？行政院行政院最後核定是用專款的方式進行13.6億專款補助給我們台南市政府那我們台南市政府呢也願意來承受然後繼續的話繼續來執行這個我們前面的講過第2期的這個部分那這整個過程中的話，廉政平台的成立就剛剛講的第一個很重要的這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跨域的一個合作。重大的公共工程推動的過程當中，當然我們也很希望說廠商能夠來參與有合理的一個參與，有合理的一個獲利的空間。不過在這邊我們也要代表這個地檢署來提醒就是說我們希望說在過程上面的一個合法以及正當這樣的一個重點，還是要兼顧到那如果說有涉及到不法的情事，或者說有相關的一個檢舉的案件，地檢署的立場一定是依法來辦理，嚴正來做查處，確保說這個公共工程不受到侵害。上午平台啟動儀式由副市長趙清輝來主持，包括環境部環管署副署長、經濟部水利署第6河川分署、台南地檢署、甲着法務部台南調查處攏共同來出席。希望透過認證平台的設立，落實行政透明，甲着全面的監督，確保李林溪河道廢棄物的清理作業會用得如期如質，在117年底來完成。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網慶正方形因為發文指控某幼兒園園長性侵幼童，而且不滿市府包庇，得處激烈定情。其中刑事部分園長已經無起訴，而民事部分的判決，則認定鄭姓男子的言論無經過查證，屬於惡意攻擊，所以判夫婦攏需連帶賠償20萬，而且要強制撤銷61項不實的文章。不過，想未到鄭姓男子竟然個開車到幼兒園鬧場，引發其他家長恐慌，出面控訴伊長期攪擾。在教育局內底大聲寫，台南網慶正方形對2024年開始，講幼兒園園長對家己的查某囝不當管教加性侵，經連續2檔在跨年晚會激烈定情。毋但如此，還閣在社群平台頂懸散播相關影片，引發網友討論。最近法院的判決總算是出爐。鄭姓夫婦敗訴，要需連帶賠償幼兒園負責人20萬元那且必須要刪除他其散布在臉書、IG、YouTube 上面等不實貼文跟影片。教育局對本次民事判決結果表示欣慰，
並重申市府處理兒少保護事件堅守有案即查、屬實即罰的客觀中立標準。規樁案件經過2冬多時間，對所謂鑑識甲病醫驗傷，攏無查到犯罪事證，即馬竟是成為法院認定的造謠。你看個鄭先生啊，要煩死啊！也毋過正方形有緣無死心，趁着幼兒園下課的時陣，駕車駛入去，也閣開直播，專程秘佇咧車內，只有透過車窗的窗提出物件，向警察來嗆聲。透過他自己的自媒體，然後他的流量平台就是比我們還大，我們就算再怎麼樣的澄清，都比不過他的那個造謠的部分。對啊，當然，所以身心的話，當然是有蠻大的影響。我是被他偷錄音的家長，他影片剪輯裡面的那個哭泣的聲音，也是未經同意，然後惡意剪輯放進去的，所以我算是最大的受害者吧。成天找所有的人麻煩，然後去扭曲這些事情，然後去想象這些沒有的故事。對着防指控的幼兒園來講，傷害已經造成，身心方面攏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學生招生減少將近3個班級，希望大家會當相信司法，莫閣傳無經過查證的假消息，更莫受騙觀看。但係今晚說話，曹宏報道。為了號召台南鄉親組成上強的應援團，為台灣隊佇第一戰的棒球經典賽加油。市長參選人陳廷輝3月5號上午10點20，將佇永華市政中心西邊廣場限量發送600份的野球甜燒餅，希望透過美食的應援，一路團結到底。聽台灣，應援必勝。陳廷輝表示，台灣是享有國際棒球王國，每到國際賽事，攏會當凝聚全民的情感。明仔上午11點，台灣隊將首戰澳洲。陳廷輝號召所有挺台灣成員攏愛站出來。5日上午10點20分，將佇咧永華市政中心西邊廣場發送限量600份的野球甜燒餅，為咱的選手加油。第一場的應援3月5號，因為我們知道說第一天他的時間剛好不是放假日，而且又是早上11點，所以我們很擔心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我們沒有辦法替我們台灣隊集氣。大家都知道，棒球根本就是一場非常讓台灣狂熱的一個這個運動賽事，那台南更不用講了。所以我們希望說，在明天早上10點20，我們會在永華市政中心的西側廣場，我們有600份600個我們的棒球甜燒餅會應援，然後希望大家要來進場替我們台灣隊加油。除了5日首戰澳洲，3月6號暗時6點將會迎戰強敵日本，接續落來3月7號將會對上捷克隊。而3月8日亞洲登場的是台灣對韓國，更是備受矚目焦點。早上10點20就在我們永華市政廣場西側廣場，那我們菲菲姐姐限量發售，沒有發售贈送，限量600份，那歡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舉。希望大家一起來幫我們台灣隊加油集氣，聽台灣，讓我們這次再能夠成為世界冠軍。野球甜燒餅是99金滷肉本鋪創辦人黃偉達所發想製作，特別以北門井仔新公鹽、白芝麻甲橡木糖製作，口感香甜酥脆，象徵金黃勝利、甜美的成果，也寓意着台灣隊成功得勝。傳統的大家認定的甜燒餅可能都是糖餡，那因為我覺得說糖餡有點層次性沒那麼突出，所以我今天用一個焦糖的拔絲，將焦糖做成像麻薯，但是比麻薯再軟一點，讓它可以呈現像拔絲的口感，那可以有更豐富的一個層次。那中間的鹽的部分呢，我是用的是台南的成功鹽，讓它這個層次感會更有豐富性的一個甜鹹滋味。陳廷輝表示，美食是台灣上溫暖有緣。希望透過這份用心設計應援小物，讓球迷在品嘗美味的同時，也當將祝福甲能量傳達給台灣隊，為第一站開始，一路團結到最後勝利。黃偉達更加碼，未來若台灣隊會當成功晉級決賽，將會再提供1000個野球甜燒餅，給民眾應援。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哉。
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一年一度的盛華草莓季3月7號開始，將在盛華美祿廠熱烈登場，活動為期1個月。市長吳益政嘛提前為活動揭開序幕，分享台南盛華所成功栽種的草莓品質袂輸苗栗，邀請大家實際來體驗草莓香甜的滋味等多元產品。講到草莓，真濟人只曉得苗栗大湖，其實咱台南盛華嘛有，而且品質絕對袂輸。農業局為了推廣台南季節性重要的草莓物產，不止青食，也閣有多元的產品。市長吳益政甲儕儕民代貴賓共同行入大安草莓園，先來做草莓點心，嘛要正式啟動一年一度的盛華草莓季。邀請民眾做回來體驗限定的甜蜜滋味。草莓的生長的範圍很廣，從北邊的日本一直到南邊的善化都有。所以當國外的來賓來的時候，他們對於我們台南有草莓都蠻驚訝的。但是我們的草莓的品質，他們都很喜歡。所以歡迎大家春天的時候來善化採草莓、吃草莓、喝草莓啤酒哦。盛華草莓季以美好生活節作為訴求，對3月7號開始到4月5號為期1個月，就佇盛華美祿廠熱烈登場。到時除了80檔特色的市集，也閣有草莓美祿等創新的產業，邀請大家實際來現場，並且到公園區買草莓，享受盛華的小旅行。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灣蔡小薇甲空軍諸神愛心協會合作舉辦東區青漢學生獎助學金，今年已經是第5檔。4號雙方再處的議會召開記者會，強調要持續分享愛，嘛期待這的受助學生以後會當回饋社會，繼續傳播這份愛心。東區青漢學童獎助學金涵蓋東區這所學校，包含後甲國中、復興國中、莊明國中、忠孝國中、勝利國小、博愛國小、大同國小、東光國小、德國國小、復興國小、忠孝國小、莊明國小、耀文國小，甲中西區正孝國小等學校。符合加收標準學生，國中生學習成績達到85分以上，會當得到1000塊的獎助學金；90分以上則是1500塊。國小學習成績達到90分以上，會當得到1000塊的獎助學金。因為新的年度也即將開始，我們就是每一個學年度會有上學期跟下學期的一個獎助學金，一樣吼，還是沒有變，我們就是針對我們的這個清寒的小朋友。在我們東區的國中、國小，我們有針對小朋友的部分哦，一樣是90分以上的有1500塊的獎助學金。那另外呢，85分以上的也有1000塊的獎助學金哦。除了獎學金，另外針對所有學生，不論成績如何，都會當申請孝悌獎，鼓勵品行優良學生。針對小朋友，我們不只是鼓勵他們要會讀書，那我們更希望說在品性，在跟學校、跟同學之間的互動上，他有他自己這個努力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給予獎勵啦哈。所以呢，也非常感謝協會特別提供了孝悌獎的部分哦，可以給我們的學生跟我們的老師來做一個獎勵學生的機會。那針對國小的部分呢，我們是90分以上哈，也有1000塊的獎助學金，一樣也有孝悌獎的部分哈來提供。東區青漢學童獎助學金活動舉辦已經邁入第5檔。教育局特別感謝議員蔡小薇、康恩金愛心協會以及中華九子諸神會善心付出。孩子拿到這個獎學金，它是一個光榮，那也是一份這個未來的這個努力的動力。所以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有一天他們有機會來協助別人的時候，也一樣把這個力量再傳承下去。蔡小薇表示，透過甲民間團體合作，不只在品德甲學業上為囡仔提供輔導，更希望借由這個獎助學金計劃，激勵弱勢學子勇敢對夢，同時也拋磚引玉，呼籲社會各界積極伸出援手，做伙打造充滿關懷甲支持的教育環境。
台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2026年台南國際音樂節以有正旋律作為主題，在台南文化中心展開為期要3個月音樂盛事。其中有一天嘛親自出席開幕記者會，宣布音樂節啟動，並且欣賞國際大提琴家卡普松的現場演出。在有用的音樂聲當中，第6屆台南國際音樂節正式啟動。頭一場就邀請到2位大師，國際大提琴名稱高提耶卡普松，甲鋼琴家法蘭克布雷利，在宣傳記者會當中帶來精彩演出。在藝術的成就上非常的高，而且在一般庶民的感受到又非常的深，叫好又叫座的許多藝術工作者。今年以有正旋律為主題，規劃搞出音樂會，一場教育推廣音樂盛會，對經典的交響音樂到萬家配樂，呈現音樂多元樣貌。同時透過在地創作，把城市歷史甲文化變作聲音基地。我們有2大主題，第一個呢是國際經典，第二個是台南感性。那事實上呢，在國際經典呢，今年的卡司非常的令人興奮。活動將一路持續到5月24日，為期3個月時間，歡迎介意音樂的民眾踴躍買票，親身感受大師現場演出的震撼甲感動。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北市內湖出名的737項內攏是美食，其中一間賣雞湯麵的店家竟是人氣搶滾。店內除了有滷味等特色的小菜，頭家也應人客要求，開發出現整的豬排等新配菜，同款備受好評。現在透過鏡頭帶你做伙來品嘗。看似簡單的一碗雞湯麵，卻讓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這家位於內湖美食小吃聚集地內湖路一段737巷裡的麵館，每到用餐時段總是會吸引滿滿的人潮，全都是為了這一碗雞湯麵而來。這個雞湯麵的這個菜跟它這個湯都是非常有內涵。你不要看它這個只有淡淡的清湯，但是它裡面的湯裡面是用這個雞骨下去來做熬煮。我相信這個店家在這個湯裡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這一間的湯頭是蠻濃郁的，然後因為我吃過其他間，然後蕎麥麵做起來其實蠻不容易的。雖然我不知道它的做法是怎樣，但它麵條是蠻扎實，然後湯頭蠻濃郁的，然後整體的口感是非常的，可以說蠻好吃的啦。因為它的雞湯麵吃起來真的很不一樣，我感覺就是不油膩。然後你會覺得很清爽，然後因為它裡面的雞肉超嫩的，覺得很好吃。然後蕎麥麵很有嚼勁，我也喜歡。用雞骨加上洋蔥，花2-3個小時慢火熬煮後再過濾。不同於一般湯麵的湯頭，這是老闆吳成宏的用心，希望讓消費者享受到簡單卻健康的美味。我們就是一鍋而已。那早上就是我差不多8點左右8點左右起來熬的，然後就是第一鍋都差不多2個多鐘頭、3個鐘頭左右了。然後那一鍋我們就是湯起來以後，然後就繼續加骨頭了、加肉下去，再繼續熬。那時候單純就是保持那個它雞肉的那個味道，就是說也不要加太多其他的東西下去。那時候就選擇是洋蔥，洋蔥這部分跟它比較搭。麵條部分也有巧思，選用的是市面上少見的蕎麥麵，口感 Q 彈，搭配些微裹粉的雞胸肉與青菜，讓整碗麵不但好吃，更符合現代人講求吃得健康、無負擔的訴求。我找了好幾家，覺得這一家的它的麵體比較 Q 彈，比較 Q 彈，有特別挑過了，這一家廠商。為什麼會想要選比較 Q 彈的麵體？我們只單純就是做一樣麵而已，所以想說做比較又要健康，然後又要特殊的話，就是麵體特意去選蕎麥麵這樣。各式小菜同樣獲得客人好評，其中乳香蛋白不但刷脆，更具有健康概念。因為家裡的小菜種類其實蠻多的啊，那我自己個人會覺得比較有特色的，像是煙燻豆皮，
因為我們的那個煙燻味是非常足夠的。那還有那個涼拌木耳，對，那我們因為它是有一點帶有醋的酸酸的那種酸酸甜甜的那種，我会覺得蠻開胃的這樣子。還有我們的滷蛋白是有特別把蛋黃去掉，就是想說可以兼顧一個就是蛋白質夠，然後低膽固醇的一個選擇，而且我們是蠻早就有推出的，对，然後大家都會想說，蛋黃都去哪裡了？我們就還會特別解釋說，就是可以做其他用途啦，這樣子。還有被列為必點的現煎豬排，香味四溢，讓人忍不住食指大動。這可是老闆應客人要求研發的新配菜，沒想到一推出就大獲好評。日前因為爆發口蹄疫事件，無法供餐，還一度被客人抱怨。沒有辦法，我們做的是溫體的，沒有的話就沒有了。那時候就停下來，就整個停下來，等到他出來的時候再做。還有客人抱怨嗎？一定有啊，一定有，來就是沒吃到豬肉。对啊，喜歡的人很喜歡啊。用餐環境也很舒適，空間明亮方正而且簡約，牆面還掛着多幅奧運拳擊銅牌得主吳詩儀的海報，以及與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合照。原來吳詩儀是老闆的小女兒，常年在外征戰為國爭光。回國後，吳詩儀最想吃的還是家裡的雞湯麵。慢慢的，可能出國回來就會想要吃一碗雞湯麵，就是開始給我的定義就有點像我回家就好像一種報平安的方式這樣子。那所以可能爸爸媽媽在設計上也會想說，我常常會一直提到說，我要降體重啊這類的資訊。然後我是不知道有沒有關啦，但是他們反正設計出，我就覺得，我平常也可以吃一點的這種組合，我就會覺得，難道是因為我的關係嗎？吳詩儀成為台灣之光，讓這家本來就很夯的雞湯麵館更是一夕爆紅，吸引不少人來用餐。直說父女倆都是內湖的驕傲。詩儀是我們內湖的驕傲，也是我們台灣的驕傲。他們家這個雞湯麵真的是看起來很清淡，但其實是蠻濃郁的，就像他本人這樣子，看起來秀秀氣氣、很文雅的樣子。其實他在那個拳擊賽場上面展現的韌性跟力量，就真的與眾不同。這就是延伸到他在居家這樣子，在店面上面所展現出來一個韌性跟力量，所以特別的吃起來就是不一樣。他是我們內湖的驕傲。雖然吳欣怡勇奪台灣在巴黎奧運第一面獎牌，讓店裡更加忙碌，不過老闆吳成宏眼中滿是喜悅，因為女兒是他們的驕傲。那一定的啊，對，小孩子能這樣子，當然很開心，很高興啊。就是把他全部的，就是這些相關的一些照片，什麼都放在店裡面這樣子。對啊，很開心啊，他能打成這樣子，我們也很驕傲。憑借着誘人清香與溫潤口感，這碗雞湯麵在美食林立的內湖737巷虜獲無數人的胃。歡迎麵食愛好者一起來品嘗這碗孕育出奧運國手的雞湯麵。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感謝收看3月4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
量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